澳門地產業總商會6月17日晚8時在萬豪軒舉行43週年會慶暨第19屆理監事就職典禮。該會第19屆理監事成員在立法會主席高開賢見證下，由會長鍾小健帶領全體理監事宣誓就職。鍾小健致辭表示，該會對樓市提出以下3項建議，期望特區政府打出一套救市組合拳，推動樓市止跌回穩。1. 降首期比例，減置業門檻。目前本澳樓宇按揭首期30%，相較內地普遍15%首期，香港透過按保可達10%，門檻偏高。金管局數據顯示，本澳銀行資本充足，建議將首期降至15%，降低市民上車及換樓成本，激活成交。2. 重啟投資移民，設2000萬資產組合，建議重開投資移民政策。投資者須持有總值2000萬澳門元資產組合，其中1000萬為商鋪、寫字樓或工廈，另1000萬為住宅。持有資產並常年居澳門7年，可獲永久居民身份。3. 放寬租務限制，促灣區人才流動。現行租務法要求租客須持連續90天以上逗留期限證件，變相增加外來投資者、學者等居住成本。建議放寬相關條款，便利經常留澳人士。鍾小健指出，年底11間衛星場結業將直接波及約160間商戶，預計引發骨牌效應，尤其新口岸區將成重災區，區內樓價及地鋪租金前景堪憂。但強調辦法總比困難多，相信政府能妥善應對。